安啦，咁多位，今日係7月22號星期五嘅中午啊，咁啊恆生指數咧暫時係跌超過100點，去到21,900點嘅樓下。上證指數跌20點，去到3019點啊。留意翻咧，今日咧下跌嘅時候，成交都唔算多，冇大嘅沽壓，咁但係咧都係要關注翻恆生指數喺22,100點左右咧係有阻力嘅，唔排除短線之內咧有個小幅嘅回調。咁啊，今日亦都見到咧資金開始咧就避險入去，即係公用股。咁啊，所有嘅板塊都下跌嘅時候咧，公用股指數咧係有上升嘅。因此，我會建議大家啦，冇貨嘅話唔好喺現價加，因為咧始終都係近頂位啊，短線嘅頂位。咁啊，如果有貨嘅話咧，真係要睇翻咗你啲股份咧。如果本身都係弱勢嘅話咧，先行沽出，留翻強勢嘅留到最後。咁但係我自己認為咧，後市都係大漲小回，就算回咧都係去到21,400點左右有支持嘅。咁因此咧就唔需要特別嘅清倉，比如騰訊啊、舜宇光學啊、瑞聲科技呢啲咧可以繼續留翻貨底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自己睇法咧，有可能22,100點咧，短線見咗頂，先行落到去21,400點左右咧，再撈貨啊。